蚯蚓啊吼，雌雄同体嘛，同啊，哎呦，你看那个，哎呀，可怜，小众生归佛归法归真归阿弥陀佛，小众生归佛归法归真归阿弥陀佛，小众生归佛归法归真归阿弥陀佛，三皈依啦。啊，那个蚯蚓哦，它还会再长出来，那个哦，还无性生殖了吗？不是真的这样吗？他是说雌雄同体耶。哦，还有比这个还粗的呢，像那个小拇指那么粗的哦，还以为是那个河流的仙鱼，河流啊，不是的，是地龙的土龙啊，土龙，龙凤呈祥的龙，土龙。哦，我有看过。哦，大概像这么粗啊，哦，这么粗哦，很长哦。土龙啊，它这个是蚯蚓。哦，这个还是红的嘞。哎呦，血都流出来了。啊，有的看到血就会晕倒。哎呀，这个也是不小心呢，要挖土啊，没有松土怎么种菜种得好？它那个哦，不透气的话，植物长不好啊，还会烂根啊，所以要挖松啊。它这个哦，都雌雄同体哦，蚯蚓是无性生殖嘛，可以网络搜寻看看。它据说还会再长出来修复呢。有蚯蚓的地方土壤比较肥沃呢。它那些的动物不幸的，帮它做三皈：皈佛、皈法、皈僧、皈阿弥陀佛，皈佛、皈法、皈僧、皈阿弥陀佛，皈佛、皈法、皈僧、皈阿弥陀佛，皈佛净、皈法净、皈僧净。或者念从造因旦直至目，一切众生宜恢复。若为脚下、手下、水中、锄头下、岩锹下、石头，这个是锄头，锄头下上其行。愿汝即时生净土。嗡一叮铃的说好，嗡一叮铃的说好，嗡一叮铃的说好。哎呀，田里工作遇到那个裸雷啦，那是瓜牛啦，蚯蚓啦，还有那个小的虫呢，菜虫呢，青江菜会遇到那个小黑虫呢，那个叫什么可以网络搜寻。还有一些菜虫呢，还有玉米会遇到那个什么行菌虫，真麻烦。有机农业但是有昆虫的危害，昆虫来作对。那个种番茄，有人牛番茄好大颗，但是会裂开，所以要那个附近旁边那个根的附近旁边要撒那个石灰，一圈。也有说撒石灰防瓜牛的，那个种番茄防裂果，要撒石灰粉。